Hello，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唔正經學院，一個連你阿媽都唔放心你聽嘅冷知識節目。我哋專門拆解啲你中學嗰陣死背硬記，但其實勁有趣嘅文化、古文、歷史、哲學話題。唔講大道理，唔背口訣，淨係講你知從來冇人用呢個角度講俾你聽嘅真相。如果你中意邊學邊笑，又想拎住啲文化知識去嚟隔 lunch， 初戀返嚟，咁你真係嚟啱地方啦。呢度係唔正經學院，唔正經，但你會學到嘢。Hello，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唔正經學院，一個連你阿媽都唔放心你聽嘅冷知識節目。上一集我哋講到《詩經》根本唔係正經經典，而係古代 emo K 歌踏查。本集我哋再升級進一步揭開真相，究竟孔子點解會攬住啲情詩當教材用？係咪因為冇教材逼住開套歌詞集來教書？定係佢根本就係文化界第一個將戀愛經歷成功洗白成道德教育嘅高手？好啦，首先你要知道孔子冇寫詩經，但佢對詩經中意到癲。佢話不學詩無以言，即係唔讀詩經常講嘢都唔識講。佢又話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係做人要感情充沛，有禮貌，又要識得享受生活。你睇下佢根本係用詩當做人基礎訓練。咁問題嚟啦，你以為佢係為咗學習道德大道理咩？唔係喎，佢係真心覺得詩可以訓練語感，培養感情，提升想像力。換句話講，佢係做緊古代 version 嘅全人教育。而且孔子教學生都係用詩經，就好似你學英文會聽 Taylor Swift， 學普通話睇宮鬥劇一樣，有共鳴先入腦。咁點解情詩會變教材？我哋拆解下孔子點樣將情詩轉為儒家教育套件。第一首詩經入面嘅文，表面係講女主控訴佢男朋友係個渣男，當初溫柔又體貼，後尾反面唔認人。普通人睇完會覺得可憐，但孔子睇完會話呢首詩有教育意義，警世教材，提醒女生唔好盲目墮入情網，要識得睇清楚一個人先好交心。第二首關雎，你應該聽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似一見鍾情咁款，但孔子話呢唔係撩妹，而係講理想人格嘅塑造，即係你喜歡一個人要有節制，要有禮貌，唔係周街搭訕做痴漢。第三首擊鼓，係講古代士兵寫俾老婆嘅情信，講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孔子讀完之後話呢啲唔止係愛情，仲係講夫妻之間嘅忠誠忍耐同埋責任，家庭倫理教育 full combo。你睇情詩轉教材，其實只係一個轉念。戀愛經歷本身無分對錯，但係點樣睇同點樣講就變成教化。你想象下，如果孔子有 IG， 佢會 post 啲乜嘢？相片一，學生圍住佢抄筆記， caption 係不學詩無以言，書本 emoji 眼睛 emoji。相片二，孔子坐喺河邊望天， caption 青青子，襟悠悠我心，思考 emoji。相片三，佢踢徒弟顏回， caption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你睇，原來聖人都幾中意，都係一樣咁 emo， 只不過佢哋用詩嚟抒情，我哋用 IG story。佢哋 quote 詩，我哋 quote 歌詞，根本一樣。講到底，孔子對詩經咁着迷，並唔係因為佢係語文老師，而係因為佢睇得出詩入面有情緒，有故事，有共鳴。詩係一種情緒訓練，一種共感練習。等於你聽到某首歌明明唔知講乜，但係旋律一下嚟，你已經眼濕濕。
孔子想學生感受到人情世故，唔好做一個只識背書嘅木頭人。所以佢用詩經常性咁樣滲入情感教育，呢一點先至係最正經嘅唔正經。講到尾，我哋問返你一個問題：如果你以前啲老師都會用歌詞教書，你最想邊個老師教返你？留言話我知啦。仲可以踢返你以前啲中文老師，問佢你當年有冇偷偷用過歌詞當教材。我哋下集再見啦！呢度係唔正經學院，唔正經但你會學到嘢。如果你鍾意今日講嘅內容，記得冚個 like，share 埋俾你班以為自己識晒詩詞但其實係文盲嘅朋友。順手訂閱我哋頻道，每個星期我哋都會有新一集，用唔正經嘅方式講最正經嘅知識，幫你喺開會、開 live、開 P 都可以開口做文化人。留言話我知你想我講邊個 topic，話唔定下一集就係幫你做私人補習。呢度係唔正經學院，我哋下次見。